Lupchen Juguba 第19课。让你我最自我介绍。问答。Kirang素影，你是谁？我这是给戳波影，我是扎西的朋友。Kirang Kitsenla Kareshu Kiye， 请问您尊姓大名？我名啦尼玛 Sir Kiye， 我的名字叫尼玛。Kirang Gonglo Katsuere， 请问您贵庚？我楼珠端影，我17岁。Kirang Longba Kane影，你是哪里人？我培育内影，我来自尼泊尔。Kirang Kinang Kabar月，你家在哪里？银囊台北啦月，我家在台北。囊啦囊咪素素月，家里的家人有哪些？囊啦巴啦阿妈啦阿周堂阿嫁月，家里有爸爸妈妈以及哥哥与姐姐。简述。我名啦尼玛 Sir Kiye， 我的名字叫做尼玛。我录处影，我是学生。我楼珠端影，我17岁。我能明年都对几月，我和家人一起住。囊啦巴啦阿妈啦阿周堂阿嫁月，家里有爸爸妈妈以及哥哥与姐姐。我蒲冲血姐，我是老幺。巴拉堂阿妈拉吉我啦强波起几月，爸爸和妈妈对我很慈爱。波拉堂莫拉培育啦月，爷爷和奶奶在尼泊尔。莫拉吉某某贝辛波杜克，奶奶的蒸饺十分美味。昂凑苍妈吉波杜克，我们都很快乐。昂凑苍妈陪巴印，我们都是藏人。陪卡瓦间昂吹坡玉影，雪域西藏是我们的故乡。陪给昂吹帕给影，藏语是我们的母语。昂凑央塞苏西打波影，我们是藏文字母的主人。解决几种称替换练习。Kirang Pui Kane 影吧，我龙巴卡瑞内影。
您故乡来自哪里？我来自什么地方？我拉萨内营。我来自拉萨。我是卡在内营。我来自日喀则。我住在内营。我来自江孜。我礼堂内营。我来自礼堂。我四川内营。我来自四川。我云南内营。我来自云南。我吉汤内营。我来自中甸。我葱湾内营。我来自青海。去让沙恰看内营吧。我沙恰看热内营。您来自什么地方？我来自什么地方？我盆种内营。我来自藏域。我台湾内营。我来自台湾。我吉格内营。我来自印度。我培育内营。我来自尼泊尔。我住于内营。我来自不丹。我珍重内营。我来自西京。我阿美利加内营。我来自美国。我日本内营。我来自日本。去让公巴看内营吧。我公巴看热内营。您来自什么寺院？我来自什么寺院？我西拉公巴内营。我来自色拉寺。我甘丹公巴内营。我来自甘丹寺。我这本公巴内营。我来自哲蚌寺。我出入普公巴内营。我来自楚布寺。我这是伦布内营。我来自扎什伦布寺。我三叶朱拉康内营。我来自桑耶寺。去让鲁扎看内营吧。我鲁扎看热内营。你来自哪所学校？我来自什么学校？我盆种鲁扎千毛内营。我来自西藏大学。我去让囊雀鲁扎内营。我来自法光佛研所。我去被求鲁扎内营。我来自法古德贵学院。我得去北康内营。
我来自德奇书房，